梦是天灯落林中，地高我闯进来。我靠金龙万年做你该死。我想跳起半空中，吼，雷声霹雳，也呢闪电高架，所以迄个阎王赛蛇对落来，所以打着反版的机关，将咱揽落迄个地牢内底，拖了，回来！小人嘞，阿三不如你拢慢些我动手，我甲问一个较清楚嘞。我现在问安那，千心魔，你是乌道啊白道？我是乌白道。你靠背啊？乌道就乌道，白道就白道，你乌白道？我是灰道啦，鸟山生的就对啦啊！啊，生本恁这人为了要甲我讲事哦，无咁简单。我先心魔要死，五鬼为灭场，五个鬼甲为灭场，你会知影呢？我先心魔功德做真多。世界破桥造路，喜声观望，伫咧讲烦恼双伤啊！迄功德做真多，你唔通咁样讲事。啊，若恁这人讲事，我若无较大，讲实在，我若无咧惊死，嘿嘿，迄个莫看啊，恁主公已经昏去啊啦，迄若无去声雷公哦，那个医啊，绝对袂好啊！你会知影咧？迄一鸣惊人阎王赛的全行，安尼喊一个尔，好势呢？你知无？迄即马带脑病呢？迄身上遭受迄个关公惊着呢，袂好呢？迄落去声雷公来医呢？出去破脑来写呢？我心气用耶！恁家饭堂啊咧目睭金金看迄个身心魔拖瓜茶树里，还是咧创啥？你那边咧讲，你那边讲，千心魔乌子啦！啊，咱遮大家拢先甲咧拍死关，无路用人，迄阿兄呢？啥物叫做阿兄？阿兄有人讲土公啊，话讲阿兄啊，拍死阿兄哪有较抓？好啦，算是伊千心魔好运就对啦。啊，等迄个阎王赛叫对落来啊！卖讲阎王赛，先来看主公啦。主公啊，请来。主公啊，醒来。别惊！系啦，咱主公去互这个阎王赛一鸣惊人，吓一个哦，要拍成走火入魔的款啊！惊到咧面子脱色，规个身躯都流冷汗咧。这看变怎咯？头拄啊，迄个先生无咧讲这款的，都一定爱迄个雷公来才有法度哩咧。啊，雷公是咱的敌人，哪有可能来医治宰相爷呢？迄咱即马都爱想办法哩咧。啊，较好一点，哈，可怜。盖棺论定阎王赛，大战对于这个青海公主了后，对落翻版。现在点恢复冲天，将这个地牢内底救出大王主之人命。迄尾遐大尾，阎王赛叫我走出去咯！阎王赛叫我走出去咯！好啊，卖大坏啦，对。啊，咱身躯叫黏哩，敢若金甲头大拽坏有较大哩。千草王，若无你，我哪会来受苦？哈，真久无运动，我同样得要生仙。神仙，唔是讲神仙尔咯，骨头会酸，迄念久哦，啊，咱人无啉茶，无食水，无水分啦，啊，精气神就渐渐拢消失啦，到尾啊，原来是共款会翘去了。哎呀，无讲我无烦恼，哪讲我就哪烦恼。是全美人，我这个鼎鼎一代名，会嫁冕三龙，天下为了项梁赛，无可能甲你单言啊！我项梁赛，我嫁冕三龙，昔日的英姿，今仔日的衰尾，
莫讲细溜啦，莫讲细溜，心平气静哦，安尼才会保持个生命较长啊。哎呀，仙草王你实在真好心啊！无代无志叫我两人来去念落。无安尼都无伴你咧，对，较一人较老练啦。因领我鬼啊，这高知国这摇动哦，变这毋知啥空。哦，这胖头都吸仙丁，叫吸落去，运气啊，运气啊！哇，陈新毛伫遐来啊呢？陈新毛老千呢？哦，我带伊去。系啦，这句观察拍算是要来缀你仙草王。无得卡我，无得卡我，观察毋是缀老的呢，内底你上善呢。哎呀，我危险咯！哇，先生王啊，哇，乌边上尖，哇，见面呢，哇，恁伫遐咧拍马术，靠背，你讲啥话？哦，反省啦，反省啦，迄你讲啥话啦？哦，毋是哦，恁树见花，毋是树见花啦，这个人真正所在咧受过。毋通讲哈，这个人半干中呢，这徛空啊呢，毋通讲出那秘密，咱有那等候真快乐，互伊毋知影才会使。陈新毛啊，最近好无？最近好啊歹啊？你先生我也毋是茫我啦对，我就咧接一寡工程呢，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咯。吼，迄个破空玲珑万年哦，一家武林道上上界神秘，百官见面闻，迄个阎王赛两人听见差不多3暝3日，靠背，世间嘛毋听人见3暝3日咧，有300回合无？无啦，无啊钱啦，差不多是3回合尔尔。吼，半空中起出了万道花花，刷落去阎王赛当对落迄个黄金楼的机关地落来，地落来对落了，无看这个破工玲珑万现路，我就怎离开啊？恁遐人伫遮，哎呦，面拢生绿绿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你有听无？伊到底咧唱啥物歌？伊都讲总有一天等着你啊！真苦，哎呀！对，过面的到这来，你无点2、3盘命你咯？你这个老千呐，我，哎呦念一个愈食力，你这个仙草王哦，实在有影真歹心。你都明知我念掉你，你才甲我攻击，甲我误君子无用武之地啦，较忍耐咧。老仙啊，安娜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等你正气山庄，甲请雷公来哈。你甲讲我有代志，要甲伊研究哈，讲我伫这个迎春亭遮，叫赶紧来哦，有听无？好啦，我来甲联络，我来去甲联络。你这仙草王明明请鬼在摕药单，这都歹人，你叫伊请雷公，伊哪要去啦？你毋知啦，伊这徛空啊啦，伊这死鬼挖大病的啦，对，狗肉好气无倒的，我咧甲讲话，伊绝对会去叫来你咧。来啊！我带起来咧散步，你看嘛，差不多玉水底下咧，两人柔情蜜意，投怀送抱，看了人真神。我有一天会甲阮十全美人抱一个囡仔来，互你仙草王看。好啊，困梦困咯，你毋通迷茫啦，你领我鬼，连看到恁某都还袂，就要抱囡仔。好啊，来遮坐。仙草王，恁四个人踮咧所在咧创啥？千辛万讲有真急要代志，恁看起恁都凉凉啊！凉，当这迎春亭春风一日吹来，好我等咧。玉水啊！我前辈踮咧所在伫咧纳凉。纳凉，来啦，来坐。这八条椅啊，坐也袂满咧。我死了咧，你咧？唔通！恁两人千万都唔通来！迄个仙草王哦，这个实在真歹心啦！要死拢拖破啦！我拢叫念你啊！念你？是啊，哪出力哪念，这到底唔知什么定局？我看卖，八条椅啊，休相生，道境四境开，这分做北外定图。念你，敢真正有影？我无骗你，你唔通我来。玉水。来遮甲千草王小可了一者。好啦，这都凉哦，唔通我来坐啦！哎呀，查某囡仔我袂骗你，我这个过敏的。好啦，你莫过敏啦，人伊都要坐你团啦，袂使写大人客呢，请坐。多谢。剩2条尔，8条椅啊，这要满啦。
雷公啊，你这了感觉安怎？这个酒意吼，这个真凉咧。伫遮观看到这风光景色，实在真爽快。是啦，这个所在哦，感觉真温凉。恁这老仙家大家佫真够选哦，佫选这个迎春亭哦，光景真好的所在，踮遮伫咧纳凉。等下你就袂凉。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无。你个雷公嘛，你是敢若捌医药尔啦，对这个社会事你捌真少啦。你坐遮久啊，敢袂感觉安尼骨头安尼无啥爽快？坐伤久袂爽快。对，毋过爬起来行行咧。好啊，爬起来行行咧。先生也要走啊，是毋？人我嘛要来去啊吼。奇怪，雷公坐落去，爬落咧顺时，是安怎？咱哪能叫吸了咧？哈！所以你这仙草王食老愈糊涂啦。若是雷公，伊是比恁较厉害，这绝对是无毋对的。安怎讲呢？雷公生在天顶，是在咱之上，不在咱之下。好啊啦，卖怎？哎呀，不转也罢。雷公啊，小等下啦，你慢点去啦，我心里救溜，无救你夭寿。我仙草王，你叫我来遮，就是要行棋，要来消遣，要来游山玩水。你先叫我救你，你也无安怎啊？无安怎是安怎？死个人来安怎顶起来咧？你看，乌背相夹，面青绿绿，一个过敏的规身躯流凊汗，这毋知到底什么程度啦？安尼我看卖，无啥物款的机关败局咧，无啥神秘，看无。仙呢？莫叫仙的啦。大夫，我跟你讲啦。安怎？这什么针呢？好，哪要讲细声话，抓等像啊，抓紧声。哎呀，我若是看两人柔情蜜意，交头接耳，都想到我这个未婚妻。好啊啦，卖怎？不转也罢。雷公啊，你怎着想办法好解救咧？安尼啦，仙草王，你要听话无？我一向嘛拢真听你的话你咧。恁大家拢爱听话。仙草王因为你钱太多，所以才去互黏咧。讲了真实话。过敏三龙，你的身躯带一撮什么长刀短剑啦，什么边钻尖镖，伤济，所以才黏咧。乌白相夹，你就是带宝刀，别夹带对方关，所以才叫黏咧。假使若爱无代志，仙草王，你的钱等掉。我安尼辛苦，安尼袂几个月先草地，才一歹尔。你叫我等调，我得要真济了。真济恁兜的代志啦，我甲你教，你若无要听，我唔插你。等调。乌白相夹，恁的武器拢等掉。过敏的，哈，你的身躯的物件拢等掉，安尼就无代志。明要甲咱害死啦。差不多啊。这武器单调，歹人若是教为土匪，未来看要如何是好？若无听话嘛袂用了，试看卖者，对毋对？你咪遮摕钱单调啊，等你啊变成较大。单调也罢。你咪去歹上无彩。单调，迄山骹有人也无啊？雷公啊，你小可看下，你咪弹落去，若爬起来，我就要过来收倒转来咧。真听话，真乖。我解说你听啦，恁遮拢戆仙角啦，恁大家拢带这个铁器，所以才会被这个吸酒甲恁吸咧。安尼简单的常识，恁都想无？有影咧，遐我几个。轻咯，爬起来真顺势咯。煞唔知，都甲你讲莫早济，我的钱，我若是迄个新娘，我金雷啊，你咧对唔对？当钱也叫吸落咧，你讲巧你雷公啊，你头壳实袂歹呢。那我来解一个啦，咱即马都爱想办法。即种歹人会想要来掠咱呢，咱即马就惊讲叫吸咧，后等这歹人若到的时阵，才爬起来甲围起来，一网打尽，言者有理。安尼好啦，恁四个人要掠土的恁的代志，我要赶紧来去救人咯。小等下啦，安怎？我少聊咧。哎，你这仙草王是真爱聊。头拄你念咧好，足紧张啊！即马着小轻松一下了。安尼啦，我来做一寡味菜互你猜，你若猜会着，你去我紧啦。
啊，若猜袂着啊，你就爱点仔做伴啊，斗掠只土位，掠这个干上，听无？好啊！哎呦，又搁坐落去啊！啊，这班南山的人哦，生啊真头条。点点啦，查某人无你的代志。哦，你已经承认了吼，迄恁某，什么冤某？啊无你乃叫伊查某人，就查某啊，就是查某人啦。安尼吼，你讲对要做比赛，来做看卖。我跟你讲吼，听听吼，你这对这个医药啊，拢算真内行。我即摆做要互你采两味药味哈，他乡异故知，互你采中药两味，生地合欢。嘿，呀，我贵的是怎样？啊，一声干嘛猜出来？换我，换你呢？是啊。哦，你做做枪啊，恁咧行棋这个枪，哦，这个枪，互你猜三字经一句。哈，修好地，哼，检察王，你睇这个修好地什么意思吗？我明白你，我讲互你听啦。啊，这个枪就是迄个古代迄个孝子戴顺啊，有无？戴顺经典你知无？我知。哦，迄个顺帝因小弟学做枪啦。啊，这个戴顺啊，就是孝子感动天才做皇帝啊，所以伊就是天下24孝的第一个孝子。哦，啊，迄是因小弟，所以来修孝地。哼，有理有理，讲也罢。阿牛，过来哦！象棋比赛，互你猜三字经一句。象棋比赛啊，真简单，楚汉经。又搁猜安尼无意思。那无意思，啊，这楚汉界啊，对。啊，楚甲汉一个经，我楚汉经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换我啦，先来换我。换你。先从恁大家，我即马这字音字吼，要你猜三字经一句哦。查某人有心音，这字音啊。哈？你已经有心音咯？当是安那，那看到鬼啊！啊，无是安怎？人是讲迄字音字，要互我猜三字经一句。我听讲伊有心音，都无听结婚，哪有心音？嗨，你过敏哦，莫怪人咧叫你过敏的，你精神哦太过敏啦，哈哈，歹势。因字这要猜三字经一句啊，啊，乃静止。安尼是有对啦，可是吼，迄个中字音同字不同。啊，那你猜袂安尼就会通啊啦。对啦，安尼就会通啊啦。也我最后搁做一个你猜，你若猜到，我踮遮陪你；猜无到，我就要甲玉碎离开咯。好啊，来啊！好小弟哦，我来啊，唔通怕啊！恁大家去互迄个念咧烧，我即摆毋是要甲恁相拍，我是要来请雷公来去医治阮伤呀。去年我贵啊，这好道咧面梦，迄个肝伤哦，迄现伊袂当死，啥物人要甲医治啊？雷公也毋通。我咧想咧甲医治，来做情互伊看会当改邪归正无？而且我做医生人，无分黑白啊，救人为目的。安尼你救人一命胜造一个不道理咧。雷公啊，我甲你讲一个，啥物？这我知影，过时咯。也难这人要我点啊真心？我这慢慢呐，只要爽快你咧。我看到无？过敏的是真过敏的哈。一道金光对东北甲旋转，金甲旋龙对。文命之神，伫咧考验着伊南门角神童的耐心，千山万岭伫咧走回队。但是南门角依然不是落苦，跟随着这个兵书了。师傅，小等下啦，我诚心实意要拜你为师啦，等我啦。人生运命多风霜，谁人无破浪？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退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。唔通予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是啦，师啊，我一切拢遵照你的交代，遵照你的教诲安尼行，人我真勇敢呢。世上需要勇敢者，毋是英雄式的勇敢，乃是极心肠的勇敢嘛。是啊，阮爸先草王嘛有教我的捌忍呢，忍他让他，
教他、导他、让他，不管他、比他，看他如何，迄我嘛是拢算有研究了。也阁需要君子守十戒，忍耐2字不可离他，凶恶强暴不可亲他，怒中之言不可助他，过去冤仇不可计他，官税钱粮不可欠他，基础经源需要收他，妖道邪教不可信他，知书达理不可轻他，轻欠2字不可忘他。食虾嫖赌不可误他。是啦，地主将命，地主将命。我有代志。等你啦，等你啦。老道，恁说得要甲你离别咯。你的功夫也已经到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阶段。你需要配合金王子、白王子。甲你3人，后来才会当收拾这只妖龙，为民除害。就过来嘛，家家。是啦，你破病？我毋是破病，我只是心内话一切甲你交代互伊清楚。因为恁师傅甲这个脱壳人王万贤祖约一个日期将近咯，我认为这劫是我的末劫，但是非去不可。徒弟，主。你的名叫做白金铁沙雄，你是姓4字姓4姓？正是正。你的名叫做雄，我即马解说互你听，你就知影这个渊源啦。你的亲生老爸就是英城宅主，叫做沙英。你有一个二爸阿霸王铁乾坤，姓叶姓铁。你的母亲是金丝兰，姓金。你还阁有一个义父，白玉合，姓白，所以玉合拜做大生，然后才拜你的母亲，然后拜你的义父铁乾坤，才拜你的亲生老爸沙英，因此你的名叫做白金铁沙雄。我甲你祝一个外号叫好王子，希望3王子会当会合，会当团结，收治妖龙。你赶紧离开吧。是，我离开你一个，你要甲人拼，地主要甲你帮助甲你拼。唔免，你去吧。地主拜拜。唔免啦。改天啦，改天啦。徒弟已经离开了，赶到阵地收治这个万恶的大罪魁脱壳人王万贤祖。青海强施主脱壳人王万贤祖，首先布置人海战术，就要消磨掉伊急匆匆的体力。皮皮呀，连攻啦，冲啊！这平面雷公到这个四座山，得要异地干上莫可会成功吗？万贤祖来阵，继通风，随时随来的，请看书籍变了了。